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看起来淡薄仔复杂。这里读做羊，鹅昂羊第三条。羊一般是咧讲动物的骨头、喙齿或者是野兽的甲泡泡无真济，一般拢是两字贴做伙，咱讲羊羊。万一讲是鹅羊羊、牛角羊羊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羊羊，头前讲到一般是咧讲动物的骨头、喙齿或者是野兽的甲泡泡无真济，咱讲羊鹅。也毋过即马嘛有听人讲是人的喙齿羊羊，咱讲羊齿。第二个词读做羊鹅，本来是讲动物的喙齿泡泡无真济，另外嘛有唱秋真碰呛的意思，像讲你讲话实在真羊鹅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牵一只狗仔咧散步，这只狗仔喙齿痒痒，乌白放尿，互人一个讲，搁伫咧遐养鹅，互人看了到底足倒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养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